哥咁啊，幸運有你咁啊喺呢個班次度再應該話係今季季後第二場係嘛，其實都可以話贏得好合理。都因為都係同翻嗰站馬跑，係叫個檔位今次由1檔變咗7檔，咁又不過個騎師都識發揮嘅，我話點都係呢場馬都有一定有馬走，咁你可以揾啲遮擋咁嘛 OK 嘅。咁啊加完分之後都係有翻級制賽，其實就下一場嘅級制賽就係上都係3月30號嘅，其實參賽機會大唔大咧？都要翻去考慮下，因為佢都係叫做係月尾都係叫近嘅，咁我再諗下，因為佢係比較7歲啦，我唔想話咁跑得咁頻啦叫做，不過我都會再諗諗係啦。如果佢係即係選擇休息嘅話，其實一個即係再之後嗰場就真係4月尾嘅主席舉頭冠軍。都係㗎，因為我哋話齋佢又再贏咗，變咗都係又加到110幾分啦，咁變咗係都係跑呢咁嘅路嗰個區域㗎啦，係咯。再一次多謝晒全國，多謝晒你 ，thank you。